界各地穆斯林从4月2日起进入传统的斋月，在此1个月内，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教教义要求白天禁食。据报道，在东突厥斯坦各地势力的官员不准穆斯林封斋，还以请喝茶、吃饭等方式检验穆斯林是否有封斋。一旦发现有人封斋，立即处罚当事人。美国国务院在4月12日发布的2021年人权报告中称，中国继续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种族灭绝。据了解，一名维吾尔编辑正在东突厥斯坦的一所监狱服刑15年，罪名是分裂主义和宣传西方文化。他在美国的儿子在他被拘留于5年后，于这个月向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证实了此事。库尔班马穆提曾长期担任东突厥斯坦权威杂志《新疆文明》的主编。2017年2月，他在美国探望儿子巴赫拉姆申塔时，1个月后返回乌鲁木齐。2017年12月，他被报告失踪。自由亚洲电台后来证实，他和成千上万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一样，被中国当局绑架。这位70岁的狱中编辑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哈萨克斯坦总理阿里汗·斯万洛夫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驻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达斯坦久舍科耶夫。在讨论双边贸易时，斯万洛夫总理指出，需要扩大产品范围，将双边贸易从目前的10亿美元提高到20亿美元。就是科耶夫大使表示有兴趣吸引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日本防卫省在4月15日公布2021年度日本航空自卫战队紧急升空次数一共1004次，主要受针对其他国家的飞机进入日本防空识别区，较2020年的725次大幅增加，且其中有722架次用于针对中国军机的紧急升空。当局称，其中大量侦察机可能是情报收集工作的证明。由于拥有2600万人口的上海市的冠状病毒病例不断增加，数百万人被限制在家中。虽然城市的食品和药品供应仍存在问题，但市民因无法离开家园而感到无助。据英国卫视报道，一位82岁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老先生打电话给居委会求助，工作人员更是无奈，他们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海会变成这样。一枚载有美国国家侦察局卫星的 SpaceX 猎鹰9号火箭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升空。美国国家侦察局是负责开发、创造、发射和维护美国卫星的政府机构，为高级决策者、情报界和国防部提供情报数据。